中共官方媒体证实，胡锦涛将在本月29日到7月1日访问香港，出席所谓庆祝回归大会和第4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已经计划举行多项示威抗议活动，表达港人对中共政权的不满。支联会主席李佐仁说，支联会在29日和30日2天都会有示威活動，希望屆時警方能讓示威人士近距離和胡錦濤接觸，一定要讓胡聽到港人為李旺陽申冤的聲音。我哋希望佢可以睇到我哋嘅聲音，睇到我哋嘅示威嘅群眾，睇到我哋係極度對而家李旺陽事件嘅不滿。咁我哋尤其而家睇到仲未有任何進展啦。李旺陽事件繼續佢嘅妹妹係被人即係軟禁啦，被東澳。另一方面亦都未有任何公佈話徹查嘅結果係點樣樣。民主黨也強調將遞信給胡錦濤，表達港人的訴求。民主黨一定會講清楚。你話李旺陽又好，你話呢個普選又好話呢個一國兩制而家俾人踐踏得好犀利你話呢個梁振英事件應該徹查。6月30日晚上將會是民間團體抗議的高潮，包括民政和泛民主派政黨都計劃在位於灣仔的晚宴場外抗議。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